内阁改组的进度到倒位，各界是拢真关注。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这部长甲处长加起来是有超过5个人的调整。不过，国安团队的部分因为无伫咧内阁的名单内底，这部分是会交予总统府处理。即马大家伫咧注意内阁改组的幅度，行政院长杜英台二人第一遍讲，变动的名单超过5位。如果是从部长加次长的话，我认为人数超过5人。 超过5人，有可能超过10人以上吗？数字不代表一切啦。国安不在我们现在所谓内阁的名单当中，那是府方在处理的。希望本周能够尽快决定。就是这个礼拜5下班以前。如果能够更早的话，会更符合您的期待。杜英台讲，相关人选还阁伫咧定选，会赶紧向各人说明。另外，团讲总统赖清德也伫咧调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运作的模式。8月开始，每礼拜3的高层会议扩大召开，6日党团7场。大家认为是叫总调关建明放兵权。总统扩大高层会议是希望柯总召释权吗？总统柯总召是不是应该要下台交棒？虽然关建明讲总调任期是1年未提前下台，不过党内不满的情绪愈来愈悬。民进党台南立委郭国文就讲，几工前的党团大会对破发现金的问题，甲关建明讲了无啥欢喜，也批评关建明假团性质，拢无出别人的意见，造成的一些基层的一个焦虑。 我就脱口而出讲出了那些话。党团的路线呢，过去呢所采取对立的方式，我个人主张应该换成对话的方式。那谁适合来担任这个对话型的党团干部？这样的人就是适合来担任未来的党团的领导人。确实，在普发现金议题上，我们可以看见区域委员确实有自己承受到非常多人民的意见所带来的压力。那我觉得把这样的压力的声音带回去，总统府跟行政院作为施政的考量，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已经讲后一个会期被告做党团干部的陈培瑜是出来替关建明讲话，不过2年内面检讨的声音是也未煞。记者综合报道。